Taste of Fat。頭30大成交股票由大至小以成交排列，最大成交股票排最下。今日上升有14隻，下跌有16隻。如果再以收市升跌幅重新排列，最大升幅3隻股票分別係9992普普馬特上升6.8%、9926康方生物上升4.1%、1810小米集團上升2.5%。如果將收市升跌幅改成沽空比率，再以沽空比率大小重新排列，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2800盈富基金，沽空比率46.1%、2828恒生中國企業，沽空比率40.9%、5號匯豐控股，沽空比率33.7%。5天1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4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88隻。10天2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3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02隻。20天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0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8隻。50天2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5隻。5天10天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01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62隻。10天20天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6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33隻。連升或連跌3日股票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，連升3日股票有128隻，不過只會顯示最大升幅頭30隻股票。連跌3日股票有29隻。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4隻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5隻。平均線多頭空頭排列股票，出現平均線多頭排列有股票31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出現平均線空頭排列有股票13隻。依然維持或剛出現強勢有股票100隻。今日出現強勢信號仲有股票9隻，分別係66號港鐵公司、2038富智康集團、7299 FLE 南方黃金、1410安領國際、9858優然木業、18369興控股、2588中銀航空租賃、3419 AGX 恒指備對、2319蒙牛乳業。我哋再跟進之前提及嘅100隻強勢股票，我哋再以強弱去重新排列呢啲強勢股，圖中只顯示其中頭30隻股票，而只有當中最前面10隻股票會顯示陰陽燭圖，分別係108國瑞生活、8168寶積資本、2339京西國際、1653 MLS House、1959世紀聯合控股、2565派格生物醫藥 B、6616 環球新材國際、66號港鐵公司、2648安井食品、6666恒大物業。Taste of Fat 第3部分股票表現已經完結，最後為港股通分析，會喺清晨2點前上線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。